好多人到咁上一年紀呢，就會有慢性病啊。尤其是而家城市生活呢，就比較緊張，飲食亦都複雜，作息嘅時間又唔多。咁慢性病呢，就更加會越嚟越年輕化添。咁所以點樣去對待慢性病，其實好多人遇到嘅問題。大家都知道呢，慢性病呢係靠藥呢，就只能幫助控制。咁但係如果淨係靠藥呢，就唔係咁好嘅。一嚟藥有副作用啦，如果食得勁嘅藥啊多呢，咁可能抵受唔到個副作用。咁所以呢，就其實係要靠生活上靠運動，點樣調節飲食啊，調節個生活啊，調節個情緒心理，去幫助管理慢性病。所以慢性病嘅管理係重要嘅。咁點樣去睇慢性病呢？咁慢性病好多都係冇得醫噶啦，或者唔係咁容易醫嘅嚇。咁我哋如果樂觀啲睇呢，慢性病呢，如果我哋控制得好呢，慢性病只要係一種生活上面嘅規限。點解我會咁講呢？譬如啲人有糖尿病啊，咁如果喺飲食方面，喺啲澱粉質啊、升糖指數高嘅食物啊，或者刺激性比較油膩嘅食物啊，控制減少，咁呢啲就係生活上嘅規限啦。咁就例如亦都我嘅客之中呢，有啲係帕金遜病啦，有啲係強直性脊椎炎啦。咁呢啲咧造成一啲活動上面嘅規限。咁如果我哋控制得到，唔係轉差嘅話呢，咁呢啲規限呢，就未必係好大嘅問題嘅。咁所以問題咧就係話，我哋係咪控制得到呢？先至係最重要嘅。因為如果越嚟越差，或者越嚟越食多藥，咁就已經係代表越嚟越差啦。咁點樣先至控制得到呢？咁其實係我哋要有一個心態呢，就係逆轉生理嘅心態、生理嘅狀態。人係會越嚟越老。如果我哋唔係憑住一個逆轉生理狀態嘅去做呢，其實我哋嘅身體係越嚟越差嘅。換句話講呢，慢性病嗰個生理狀態呢，係越嚟越控制唔到嘅。如果我哋唔用積極去逆轉呢，佢就會變差。我哋要有逆轉嘅心態，先至會控制得到。但係實際上係未必逆轉到，因為人係會越嚟越老，咁個生理呢狀態呢係越嚟越慢慢會差嘅。